羊肉泡馍是陕西本地的一个特色清真小吃，大概起源于北宋时期。这个小吃，陕西人主要是原来是以早饭为主，然后大家大清早的坐到一块儿，三五邻居互相掰馍，拉拉家常。我叫甄毅，今年40岁，从事这个羊肉泡馍煮制的这个行业已经20年了。这个馍就是死面馍，把馍掰成黄豆粒大小，通过这个煮的过程中越煮越筋道。汤跟肉的特点就是料重汤鲜，肉烂味浓。它这个制作过程，它包括这个煮肉跟煮汤这个过程，都要用1天的时间去完成。所以你在制作的时候，你看着它其实很简单，是舀了2勺汤、3勺汤来制作，但是那个汤里头却大有奥秘在里头。提前准备的那个汤要煮到15个小时到16小时以上，肉跟汤是同时进行的。煮的过程中，汤就跟馍融合到一起了。蛮高兴的吧，蛮惊奇的。我们没想到印尼会带我们的首饰啦。71-year-old Ling Tak Yan is a goldsmith based out of Singapore, but you may have come across one of his works halfway across the globe and shining on the coat of Queen Elizabeth II. The Bird of Paradise brooch was a gift from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to the Queen for her Diamond Jubilee in 2012. 我都是喜欢做有花比较多，动物的比较难做。就像那个动物要嘴巴要生动，身体要生动，尾巴要生动，要脚也要生动，好像那个从草坡那边树林跑出来这样嘛。Ling Tak Yan suffered from polio as a child, and a year ago he was diagnosed with pancreatic cancer and had to undergo surgery. Despite these hurdles,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he has dedicated his life to crafting Peranakan jewelry. 要半夜起来也是要看看为什么做不到，想想啊，对，这样做就起来就弄了再睡觉。Ling works alongside his boss and friend, Thomas Quentin Fat, who designs all the jewelries. 这个就是天堂鸟的头，可以看它的嘴巴，这个身体，它的翅膀，跟它的尾巴。但是我只是尽量是说把两个珠宝做成中西都可以欣赏的。Peranakans are descendants of marriages between Chinese and local Malaysians. These pieces of jewelry are symbolic of wealth and blessings that were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ut the intricate craft is slowly losing its shine. 两个珠宝就是我们新加坡以前的历史。我所知道的，在新加坡从事两个珠宝的，不超过3间。年轻的是觉得这个是旧款的，已经过时了。那时候他们就好多拿去金店，把它拆掉那个钻石，就重新镶新款的。就是在那短那个10年就损坏了很多旧的两个首饰。那种师傅也是转行。有些很挑战的，以前做的都是没有这个立体的了，没有见到那个动物全部跑出来，以前没有就平的一个面的。我人生还在的时候，我就越做越多，留下来给后人欣赏啦。老板也是有这个想法啦，可以留来给后代的，或者是后来的师傅看看这个是怎样做的，原理在哪里。我有这个责任，因为我身上有这样好的师傅，所以我要把它慢慢的重新一件一件的把它做起来，跟建立起来。因为当一个国家你怎样的丰盛，你怎样的强，假如你没有自己的文化，是抬不起头的。两个珠宝需要继续的把它挽救过来，给我们的子孙可以拥有，可以欣赏我们的老师傅所遗传的那种艺术。